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哥三甲见面吼，聚集伫个圣殿。我今仔日吼是穿正仔衫，大家敢会认字？因为顶礼拜敢若韵如长老伊嘛有穿主日学，对，主日学，无毋对吼，记忆就好诶。就是我今仔日主日学嘛有服侍啦，我要讲故事。我咧传即个主流故事的时候，即礼拜故事是咧圣经的迄落以斯拉记，台语叫做以斯拉记嘛哈，以斯拉吼就是以斯拉记的对吧？吼，台语无讲解迄落吼。即个以斯拉伊就是祭司嘛吼，嘛是一个文士安尼。伊当阵吼就是讲这圣殿吼伫耶路撒冷起好啊，伊要带这以色列百姓吼。要转去耶路撒冷圣殿来敬拜，吼，所以咱今仔日的心情吼，我嘛感觉讲，嘿，咱经过一礼拜吼，不管是上课啦、工课啦，还是讲安怎，哇，搁来到上帝圣殿，应该是迄心情是足欢喜的吼。今仔日嘛是退休的传教士的纪念主日，咱真欢迎。田英仪牧师到阮的中间，要甲咱做伙来分享啦吼。礼拜进前的祈祷，咱就请田牧师带咱来祈祷。请咱三个同心来感谢，是阮疼痛祝福满满伫阮的中间，也特别通过圣神的保守甲引刷，互阮的心灵甲诚实通来就近你。感谢你时时刻刻咧保守引导阮向前的脚步，愿意即时特别通过圣神的同在，互阮每一个人的心会当甲你相合结连，通过你的话保守引导阮，互阮的性命更较人归荣光伫你义的正人，恭敬将早起的礼拜，拜日主日亲自保守引导带领甲祝福，祈祷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大家闭眼心。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甲大家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即马咱来串联今仔日要唱的诗歌，新信诗22首，新信诗22首。主上帝正手，咱要开始唱进前啊，请兄弟念单数节的歌词，姊妹啊念双数节的歌词，好，好，兄弟请。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指出咱应该行的路，虽黑暗不达我，真容易行歪错。伫主上帝正手，咱受引带。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扶持着跋倒的人，伊捌伫咱的名，对见效中直直写。伫主上帝正手，咱受扶持。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栽种自由、望、真爱，愿世界正子民，通徛起得3000，伫主上帝正手，成做一体。
好，新信息22首啊，主上帝正手是这首加勒比海的信息吼，这是伫1973年的时，加勒比海基督教的大会成立的时的会歌。当时有几若个国家参与，因要强调的是上帝伫因中间所做的事。所以使用上帝正手做工来讲起，上帝怎样伫现今的时代，伫加勒比海的历史上，用伊的作为来讲话，来启示。歌词的意思呢是讲，主上帝伫咱中间写字，写出仁爱甲全能的话，所有伫世界发生的代志，上帝拢有记录。伊也伫咱的中间指出咱应该行的路，看咱有照上帝的公义行无。上帝正手也伫咱中间攻击、扶持、医治甲安慰。最后，阁讲起上帝正手伫咱中间财政自由，毋望仁爱的果子，毋望全世界人类拢会当同徛起相贴。伫主上帝正手食做一体。即摆咱来唱第30到第60，做伙来唱。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攻击，攻击前途间乱万福，咱主事甲主理，咱叫我甲不义，伫主上帝正手来受攻击。第40。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扶持，扶持着咱跋倒的人，伊认得咱的名，对见笑着伫声，伫主上帝正手来受扶持。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医治，医治破碎了的心灵，伊安慰真奇妙，伊听人生为了，伫主上帝正手来受医治。第60。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财政，财政自由保平安，愿世界真自民，能听伊的三亲，伫主上帝正手正做一体。第2首，咱要来唱《神圣诗》605首，《神圣诗》605首。靠主恩典奇妙，溃来得保护；靠主恩典奇妙得保护，奇妙溃来得保护。唱第1节到第4节，这。靠主恩典奇妙溃来得保护，人心挺好，主所安排的路。万载上帝。第二。虽然三段困骗我心境艰苦，用我龙经别他大波
家唱的唱甲真好吼。啊，所以吼，咱来唱第三首吼。今仔日是9月21号，伫26年前9月21号的时阵，台湾发生大地震。伫迄暝有足侪人失去因的财产、性命，嘛有足侪人伫迄暝变做孤儿，造成因心内的忧伤。看病，有人讲时间是上好的药啊。毋过我认为有几寡人有几寡代志，咱家己是无法度来袂记的。咱只有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怜悯、医治甲安慰。咱会当做，就是为因祈祷，为台湾这块土地祈祷。咱最后来唱诚信诗519首，为这块土地万心心祈祷。咱做伙用祈祷的心来唱2遍，准备进入今仔日的礼拜。为这块土地。万心心祈祷，愿主的真理哪敢全地偏照？为这个城市，愿强臂困求，愿主赐我命，互阮骨着地球。上帝，你心高降临，愿颂扬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全能天父上帝，你旨意伫这，愿毋忘甲喜乐，永远踮阮心头。为这块土地，愿心心祈祷，愿主的真理哪敢全地偏照？为这个城市，愿强臂困求，愿主赐我命，互阮骨肉。上帝，你先高降临，愿颂扬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全能天父上帝，你旨意伫这，愿毋忘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
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乌鲁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乌鲁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是咱做伙来用圣诗，圣诗第113首，圣诗第113首，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我为伊倚靠，所仰慕救主。为着可怜我，你捌受苦痛。阮一切挂虑，求你来投放。圣诗第113首，请会众起立用全首。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我为伊倚靠，所仰慕救主。为着可怜我，你捌受苦痛。愿一切挂虑，求你来投放。你就是慈悲恩典的君王，应全领地你万民所尊重。求你大降临，万万心将关，献出你纯洁大光来救我。你就是我命，愿对你成尊。一切的恩惠，皆为你所分。求你用信息管领夫妻阮，使阮有亏难，也试炼顺转。主你有情实，完全的温顺，你袂捌献出真灵甲痛恨，愿你相思阮丰盛的恩惠，对阮全合意，好兄来徛起，拄起你以我，别位无毋茫，主你有应允，所信无空空。救赎阮平安，主在甲脚心，对你的亏难，互阮应坚心。请坐。这是咱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领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
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这是咱做伙来启用文第55篇，也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启文第55篇，显着咱做伙来启用。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得操烦。性命竟毋是比食物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敢无比因较贵重？恁哪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就樱花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伫活，明仔互人迄落火炉。伊减袂搁较甲恁装大，所以恁毋免操烦，阮要食啥物？遮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得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长。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今仔日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你借着基督赦免阮的罪，互阮得着有资格称你做阿爸爸。主啊，你的疼比关山搁较悬，比大海搁较深。我要伫遮重新得着气力。主啊，阮心内阁常常感觉软弱。即个世界有战争、地动一直发生。阮的目睭无法度完全了解，但是阮相信你是掌管历史的主，你的旨意悬过阮的意念。恳求你怜悯保守，互平安临到世间众人，互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得着真正的盼望。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主啊，虽然社会中有分裂、争吵，你嘛教示阮要做和平的使者，求你互阮即块土地充满公平正直，互掌权的人有敬畏你的心，有智慧管理国家。愿你保守阮，互阮持守对你的信靠。主啊，阮阁将阮所在的城市、社区交托伫你的手中，你将阮安置伫遮，是要互阮做光、做盐。恳求你使用阮的教会，互阮不只是每一个礼拜的聚会，阁会当伫生活中活出基督，互众人看见你的疼痛。主啊，阮特别为着教会来祈祷，你知阮每一个人的软弱甲需要。做你的仆人，阮常常感觉无足，但阮相信你的恩典有够阮用。求你帮助兄弟姊妹，无我靠家己，总是我靠上帝，彼此疼痛，彼此扶持，来荣耀你的名。主啊，阮将阮的家庭交托伫你的手中，无论是婚姻、
亲子的关系、工课，也是生活中的需要，恳求你亲身来看顾，互每一个家庭以基督来做中心。阮的身体有病痛，心灵软弱、烦恼，主啊，阮为着这来祈祷。主啊，你讲过，我的恩典够你用，求你亲自来医治夫妻，互阮伫软弱中经历你的同在。主啊，阮将阮的性命献互你，虽然阮无完全，但你阁愿意使用阮。求你使阮较深的信心，互阮每一日的生活中会当亲近你、顺服你，互人看见阮，就是看见你的荣光。主啊，阮将今仔日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保守。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免。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伫圣经新约的部分第84页，圣经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现着我来读13节。众人中有一人甲伊讲：“先生，请你甲我的兄弟甲我分作业。”若是耶稣甲伊讲：“你即个人啊，是随设立我做恁的审判官，还是做分家业的吗？”就对众人讲：“着谨慎约束家己，拢无贪心，因为人的活命不在伊所积蓄的丰盛。”就用譬如对因讲：“有一个妇人，伊的田园真好收，伊想来想去讲：我无所在通囤我的土产，但要怎样？佮讲我要安尼做，要拆我的七仓，去较大个，就我的五角甲财物拢要囤伫遐，也要甲我的灵魂讲：灵魂啊，你有侪侪财物积蓄，做侪侪年的路用，通轻盈饮食快乐。若是上帝甲伊讲：戆人啊，今暝要对你讨你的灵魂，就你所备办的，要归啥物人啊？既然为着家己积蓄财宝，伫上帝的面前无好野个，也是安尼。圣经读到遮，献诗少年团契要献的诗是：既然我靠耶和华。你若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若水蛇。你若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你若我靠耶和华，一切就总要拍破。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拍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唱歌学落主生命。伊若我靠耶和华，喜乐的心要充满。
讲道，田英里牧师要倒来讲道的题目是坚持顺服上帝的主权。各位咱亲爱的文山教会的长职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通知今仔日是咱今年圣神降临节后的第15主日，会当甲咱搁一遍相甲伫上帝的话，甲伊的引线带领中间来相甲自责。感谢上帝的听，互咱时时刻刻经验伊无尽的恩典甲祝福。特别今仔日是9月21，无毋对，26年前发生92大地震。各位敢有印象？迄个时阵92大地震，死亡的人口是偌济？恁敢有印象？会记哩袂？偌济人？死走偌济人？一个数字啦，差不多2500个人，差不多2500个。因为迄个时阵，我拄好是总会的教社干事。咱台湾基督长教咧面对100年来上大的地震，咱嘛毋知要安怎。但是上帝互咱伫侪侪艰难、困苦、目屎中间咧学习，伊怎样咧引导咱向前的脚步。台湾2500个人伫92大地震中间，一瞬间离开因的亲人朋友，包括其中有25个是台湾基督长教会的信徒。这嘛拄好符合咱台湾基督长教会信徒拄好是台湾人口的1%。所以，若是台湾发生什物大灾难的时阵，长老教会信徒拢相甲有份，因为咱伫迄个中间的经验，上帝怎样伫苦难的中间，咧提醒咱上帝的听，以及上帝的主权。确实，这是咱一生中间一直咧学习的一个课题，这嘛上困难学习的课题。要咱去坚持顺服上帝的主权，将咱搁一遍三个同心，做伙来感谢。创造宇宙万物，特别赏赐阮的性命，有上帝你家己的形象，因为你时刻甲阮同在，互阮的一生无论面对什么款的情况，你拢时刻甲阮同在。互阮会当体会你无尽的疼、恩典、祝福，时时刻刻成做阮一生的帮衬、引带甲带领。感谢你，搁一遍引带阮来到文山教会，搁一遍用你的话来鼓励、引带、造就、培养阮，互阮搁较决志，伫阮向前的脚步，一生搁较坚持顺服上帝你的主权。祈祷奉主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拄啊，当我甲咱问讲，即个92大地震的时阵，死亡偌济人？恁敢会记得迄个时阵，咱有一领台湾基督长教会的社会关怀背心，恁敢有印象？我今日穿一领吼。你敢有印象？真领，有无有印象无？啊？我叫恁看后壁就好。恁后壁看到啥？为什么你看到台湾？因为92大地震的时阵，会前一年，当时我拄啊接总会教社委员会干事。迄阵总会决议讲，咱望伫咱台湾基督长教所有要教会成立社会关怀小组，会当互咱教会甲社区会当彼此互相关心。所以迄阵爱设计一领背心，即个背心就是伫92大地震的前一年做好的背心。即领背心教社委员会设计，而且写啥？台湾基督长教会码，对无？即边写啥？社会关怀，后壁。写英文，英文迄英文是啥？细字会看会到袂？
迄是咱台湾基督教教英文名称啦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倒位台湾。台湾特别大字，对毋对？吼，因为要互人看到真正衫的时阵，就知影这是对倒来的，台湾来的。吼，真正是迄个时阵第一领。即个设计到即马拢无变。各位即马若伫总会教小委员会看到，26年来已经进化到第5版、第6版啊。伊共款的即个设计的名拢共款安尼，后壁嘛共款，你会看到啥？伊伫台湾非常大字。因为后来真侪年，咱台湾基督教92大地震的时阵，得到世界真侪教会基督徒甲咱奉献。我甲咱报告，迄个时阵咱拢总4年外收到3亿3千外的奉献，其中1亿外是伫国外的教会甲基督徒奉献。后来有成立一个社会关怀基金，即个基金的利息，互咱会当去关心后续来伫国外所发生的灾难。所以迄个后来几年中间，当我代表咱总会教社委员会去到国外关心国外灾难时，我会穿这领衫。这领衫，互人看到是知影我毋是对中国来，我毋是对韩国、日本来，我对倒来，我对台湾来。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这6年来，对2000年开始，全世界咱共同一个面对上大的艰难甲困苦，是甚物代志？有印象吗？6年来发生甚物代志？各位有印象无？啊？2000年1月，伫中国一个所在发生一个传染病，叫什么传染病？迄个所在什么名？对，所以都开始叫做啥？武汉肺炎。但是后来有人抗议，所以尾也无用武汉肺炎。世界卫生组织改号做啥 ？COVID-19。你位亲爱兄弟，6年来 COVID-19 因为毋知是甚物病，世界卫生组织想尽办法。中国政府无要公开，无要诚实面对，所以因为毋知影是甚物传染病，就当然毋知影要用甚物药啊去医，对毋对？6年来到目前为止，咱会当用的方法是用啥？咱注啥？注疫苗，疫苗是啥？预防，但是毋知影这到底甚物病啊？各位敢知影？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上新的统计。到今年2025年的8月31日，全世界偌济人确诊？这个统计甲咱讲啥？偌济77857万7273例，有77850万7273例哦，有7亿外的人确诊啊！当然，这毋知有包括台湾无，因为台湾毋是啥 WHO 的会员。佫何况，迄个时阵确诊的人有真侪人亲像我共款无讲的，后来嘛已经好啊。所以这个数字毋是安那，毋是正确的数字，但是已经甲咱讲，6年来已经有7亿7千外人确诊啊。然后敢知影？因为安尼偌侪人丧失性命，到8月31日的统计，才甲咱讲偌济710万。1070个人，因为安尼离开世间。你位亲爱兄弟，我甲咱借问，咱住伫台北市，咱是文山区，台北市的人口偌济？根据去年2014年底民政局台北市民政局的统计，台北市人口偌济？差不多235万啦，235。710万是几个台北市？几个？3个，超过3个台北市的人口。你位亲爱兄弟，你听着会惊袂惊？6年来，
超过3个台北市的人口，因为即个毋知影什么病的传染病，伫遐离开世间，离开伊亲人朋友，包括真侪是基督徒，离开伊的教会牧长兄弟姊妹，甚至内底嘛有长老教会牧师是 COVID-19 离开世间。对基督教的信仰来讲，咱个别世间万物甲人的性命是上帝所宝贝的创造，所以每一个性命伫上帝眼中看作宝贝。所以每一个性命有上帝的形象，咧表示啥？上帝疼惜每一个性命。所以只要一个性命面对艰难困苦，面对死亡，上帝就艰苦啊！何况即马超过710万的人，因为 COVID-19 离开世间。你甲我同款，咱拢一直面对一个真严肃的基督信仰的问题。上帝，你竟然遮尔疼性命，为什么你会容忍710万的人伫 COVID-19 中间离开世间？上帝敢有甲咱讲答案？各位亲爱的兄弟，上帝无甲咱讲答案。但是上帝绝对甲咱提醒一项真重要的信仰课题，也是今仔日咱所咧面对的生命课题。上帝咧提醒咱，爱搁较坚持顺服上帝的主权。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早起咱所读的圣经，拄仔咱咧读路加福音书第12章13节到31到21节，对毋对？当然，咱拄仔读的是旧的翻译本。1933年8月咧办的圣经，其实我拢最近也有机会，即几年伫咱的真侪教会咧讲道，我拢讲鼓励咱爱读新的翻译本的圣经，写了搁较清楚，嘛写了搁较了解圣经所写的物件。因为咱用旧的翻译，所以咱毋知影咧讲着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新的翻译叫做啥？恁敢知？现在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新的翻译，无论现代中文译本，无论现代台语译本，咧讲啥？现在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甲上帝旨意的实现，恁所需要的一切，上帝拢会赏赐互咱。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我已经甲结论甲人讲啊，但是今仔日对伫拄仔所读的路加福音书第12章。13节到21节，咱三个咧学习。耶稣咧提醒咱，怎样会当来坚持顺服上帝的主权。头一项，耶稣要甲人讲，咱就要真实承认人类本性的自私甲骄傲。咱就要真实承认人类本性的自私甲骄傲。路加福音书的12章13节到21节。圣经学家甲这段圣经加一个标题，这个标题顶面讲啥？讲一个无知的财主，也是另外一种翻译讲啥？无智慧的财主。耶稣咧讲这个譬如，这个财主，坦白讲，各位，恁会感觉伊是一个无知甲这个啥无智慧的财主吗？各位亲爱兄弟，那照今仔日咱的社会标准。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甲啥？甲财主呢？为什么？伊的事业非常成功，所以收成超过伊的啥？伊的期待啊！伊所有的产园，伊所有的企业收成非常好，只到伊原来的仓库藏袂落，所以讲我甲我的原来仓库要拆掉，要去一个啥新的仓库啊，其实安尼无够啦，因若无过买较大的土地毋再当起搁较大的仓库，再当藏伊所有的收成。第二，搁较重要，所有的收成遮尔济，所以伊要享受以后毋免搁烦恼什物代志的啥，以后生活。用台湾话的俗语来讲，我会当翘脚练喙手逐日快乐过日子啊。结果，
耶稣讲啥？上帝讲戆人啊！今夜暗我要甲你的灵魂摕转来，你所有一切有甚物利益？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成功的企业家甲财主，为着伊家己的未来有更较大的发展计划甲梦想，甚至更较重要，伫一生的中间有非常清楚的自我认同、自我肯定、自我的满足，更较重要是非常确实的自我的成就。伊有遮尔好的成就，至到伊会当做真侪决定，甚至到最后，伊伫咧中间讲，伊所有代志，伊家己做决定做会使。耶稣今仔日直接要指出，即个企业家甲即个财主上大的问题是啥？就是完全忽略上帝的存在。伊完全忽略伊今日所得到一切是上帝赏赐予伊的，更较重要。伫伊打拼、努力、成功的过程的中间，上帝安排偌济人甲伊关心，偌济人甲伊疼惜，偌济人斗相共，竟然你今仔日将遮个人拢总放袂记哩。伫即个企业家的人生的中间，伊真侪用自我做中心，无上帝，无人，干那伊家己的存在。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耶稣今日要讲，即个企业家就是因为伊的心目中间无上帝，更较无上帝交代伊的使命甲责任。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即个企业家成功的一切，伊袂记哩，伊只是全世界人类生命共同体的一个尔。伊是属伫世界全人类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伊所得到一切，上帝毋是干那要互伊使用，是要提醒伊，更较重要，爱去关心最需要关心的人甲生命。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上帝今仔日伫即个譬喻的中间，当然一开始，耶稣伫遐讲。当人要求伊分家业的时阵，耶稣讲：我无义务替因分家业，但是我要甲恁提醒，恁毋通贪心。第二，伊则用即个譬喻，但即个譬喻我要讲的重点是啥？即个譬喻要讲的重点就是伫即个企业家的一生的中间，你毋通干那看到家己啦，更较重要，你毋通袂记你上帝对你提醒的使命责任。无袂记你上帝要求你去关心搁较侪需要关心的生命。各位亲爱兄弟，小等咱的吟圣诗22首，拄仔咱会前嘛有练歌。这条歌叫做啥？祝上帝正手。英文这个歌的英文讲啥？叫啥 ？The right hand of God。right hand 是啥 ？right 是啥？正手。但是 right 英文有啥物意思？正确、公义、公正的意思。上帝这个正确、公义的手要引带咱基督徒所行一生，行伫上帝所爱咱行、上帝欢喜爱咱行的路。也就是讲，行伫上帝爱咱行的路，咱会活出上帝的旨意甲欢喜。这条圣诗是卡勒比加勒比海、加麦卡的圣诗，是一条真活泼、真快乐，会当拍鼓跳舞的一条圣诗。但是唱到第30，你会真着惊。这条第30讲啥？讲主上帝正手要伫咱的中间攻击啊！攻击咱的贪婪、自私、怨愤，攻击咱的骄傲甲不义。因为这毋是上帝创造咱的生命爱咱有的。上帝要攻击咱的自私、自利、骄傲甲不义，要提醒咱怎样行伫上帝爱咱行的一条路。所以后来第4节、第5节、第6节，咧讲到上帝正手要伫咱的中间医治，对无？扶持、财政，要引带咱，更加去经验上帝正手，互咱会当活出一个上帝所欢喜的上帝国的款式。
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耶稣伫即个譬如头一项要通过即个无知的财主，伊的无智慧是因为伊骄傲自大，敢若看到家己。耶稣伫即个提醒的中间，搁一遍通过人安怎会当搁一遍承认咱人类本性的自私甲骄傲。耶稣要提供咱有的愿望。第二就是咱所看到，耶稣提供互咱的愿望，就是欢喜告别上帝权能的救恩甲愿望。咱要看到上帝咧甲咱提醒，耶稣安怎提醒咱，互咱看到讲，即个伊对咱的疼，特别是通过伊家己怎样为着咱死里加点完成的救恩。各位若有机会，当咱去读即个罗马书第1章16节到17节，保罗伫罗马书的1章16节到17节，有一个真清楚的一个信仰告白伫遐讲。伊讲：我无看福音做见笑，因为即个福音是要启示上帝大能力，要拯救所有相信的人。大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外邦人。即个福音所启示的上帝的义，即个义对头到尾是通过信来得到的。义的人会对信来得到活。因为亲爱兄弟，这是新的翻译。这翻译伫遐咧讲，对即个义对头到尾是通过信来得到的。1517年，罗德马丁就是根据保罗伫罗马书1章16节到17节的即个信仰告别，然后保罗即个嘛对罗德马丁讲，这叫做因信称义。因为相信，所以今仔日咱会当互上帝甲咱看做是义人，恢复咱甲上帝迄个会当连结原来迄个创造甲生命的关系。拄啊，咱伫吟圣诗的中间，咱有吟头一首113首。各位敢知影迄首圣诗啥物人写的？拄啊咧吟的中间，可能吟足紧吼。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迄首圣诗的作者是啥人？是咱全世界长老教会甲改革宗的创始者加里门牧师所写的圣诗。伫咱即摆圣诗650首，也是旧的圣诗520首，拢只有放一首，就是拄啊咱所吟的。即条歌，你若咧吟的中间，你会当清楚去体会加里门牧师怎样咧经验基督信仰伫伊生命中间的帮衬、引带、带领甲束缚。当你吟到第30个时阵，你会看见加里门牧师伫遐告别讲，因为有你才有我的活命的存在啊。到第50节，佫伫遐讲因为你，所以我所信无空空。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当咱咧吟圣诗113首的时阵，一遍搁一遍咧回顾500年来长老教会信仰，一直到咱今仔日，咱当然对加里门的信仰告别内面去看见，今仔日耶稣基督伫2000年前为着咱死伫十字架顶，担当咱所有的罪。虽然到即马为止，科学遮尔进步，但是今仔日咱无有任何一张相片、一个影片，通互咱看到证明耶稣基督死3日后复活。总是今仔日虽然无遮个物件，今仔咱2000年来偌济基督徒甲咱共款，通过咱的相信耶稣基督伫2000年前确实为着你甲我。死伫十字架顶，3日后佫复活，复活后40天，伫遐甲侪人做伙经验，包括甲学生、甲真侪军队者，但是嘛一个事实，互咱看到，耶稣复活了的形体，毋是原来形体啊啦。所以你会记得哦，《约翰福音书》20章咧记载，耶稣复活迄暝。学生还佫非常惊吓，因为规工找无耶稣的啥尸体伫倒，对无？门关条条的中间，耶稣安怎入来因中间？入来因中间，佫安怎？
因唔敢认啊，为什么？外表毋是原来的耶稣啦。所以耶稣讲啥？讲顺恁的手煞摸啥？摸我手风电的所在，摸我胸坎互人插的所在。当耶稣安尼讲话的时阵，这学生才认得出来，这是因3年做伙生活的啥的老师。圣经路加福音书记载，耶稣过完了，甲学生做伙行路，讲话讲几啊点钟。迄两个学生嘛毋捌啥，迄个就是耶稣。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这个证明过完了，咱的外在形体，毋是原来的外在形体，但是有上帝特别的旨意伫迄个中间，互耶稣的过活，成做今仔日的基督信仰上重要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互咱今仔日虽然咱看袂到耶稣的死过活，总是我相信。对这个相信，对这个欢喜的告别，上帝的观念甲救恩临到咱。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今日通过这个相信，咱会当甲耶稣基督共死共过活。咱咧今日所咧经验的，是一个过活后新的一个生命。所以，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耶稣第2项，直接咧讲起就讲，咱在欢喜告别。上帝关联的救恩甲盼望，互咱通过即款的告别，咱有顶头生的生命，咱有因信称义的确信，咱嘛知影对加尔文所咧讲，这叫做上帝绝对的关联。这个关联，互咱会当因为相信，会当得到上帝所要赏赐，对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所带来救恩甲盼望。第3项，耶稣上重要的最后一项要甲咱提醒的，是爱咱尽力努力来成做一个敬虔、谦卑、佮顺服的基督门徒。耶稣其实上重要要甲咱讲的，是咱都要怎样尽力成做一个敬虔、谦卑、佮顺服的基督门徒。拄我当咱咧读路加福音书第12章13节读到21节的结束，其实你发现耶稣无伫遐提出来结论啦。耶稣结论敢若讲，恁若亲像有即个无知的财主，摕到遐尼侪财产嘛无路用啦，对无？但是答案毋伫倒，答案伫过来迄段啦。伫路加福音书的12章的22节到31节，耶稣继续伫遐开始对这学生、对个军队这甲因讲，恁着爱信靠上帝。后壁迄段。圣经学者大家的一个主题叫做“信靠上帝，信靠上帝”。耶稣伫遐咧讲，你毋免去烦恼，我逐工要食什么，要穿什么，我嘛免烦恼，我今日要住什么款的厝，什么款的豪宅，我嘛免烦恼，我今日开 BMW， 开 VW 的，我咧开什么款的车，你拢免烦恼遐个上帝拢知影，你爱努力拍拼的是啥？路加福音书12章31节，耶稣讲：恁着爱先求上帝主权的实现，恁所需要一切，我拢知，嘛会赏赐互恁。共款这段圣经的记载，各位若去读马太福音书第6章33节，共款，耶稣伫遐对伊的学生、门徒、军队者甲因讲。恁着先求上帝主权的实现，甲伊的旨意的实现，就恁所需要一切，拢会赏赐互恁。原来句话翻译叫做啥？恁爱先求伊的啥？伊的国甲义啦。爱先伊的国甲义，国是啥？上帝国就是上帝主权的实现，上帝的义就是上帝旨意的实现。耶稣今日讲的结论咧讲啥？2000年来，所有教会甲基督徒，惊咱重要的责任甲使命是啥？咱爱伫咱的心上，去互上帝主权真正实现。所以，各位亲爱兄弟姊妹，等咱有机会去读罗马书第14章的17节到18节，保罗伫遐讲上帝主权的实现，毋是靠仁者。是靠圣神所赏赐的公义、平安甲欢喜，用安尼来服侍基督的人，为互上帝欢喜，嘛会得到人的称赞。
保罗伫伊的经验的内底，伫伊原来是反对基督信仰的人，后来上帝特别的拯救临到伊，后来伊伫罗马书，伊伫一生拍拼为上帝做工。虽然伊毋是12个学生其中的一个，但初代教会伊是非常重要的宣告者。通过伊的见证，通过伊的传道理，互侪教会建立。保罗伫咧中间咧讲上帝国的主权的实现，毋是靠恁遮，毋是咧讲遐个代志，是靠恁逐日有圣神伫你的心上，甲恁同在，引带恁行出上帝爱恁行的公义、欢喜、怜悯，就上帝的国才真正实现伫咱的中间了。各位亲爱的兄弟，保罗所咧提醒的是啥？是通过咱今日每一个基督徒，咱确信圣神甲咱同在，咧提醒咱，咧要求咱，咧调整咱，互咱的性命活出上帝的主权甲旨意。当咱的性命会当活出上帝的主权甲旨意，咱就可能伫咧中间，互上帝国真正临在伫咱所活的社区、教会、社会、国家甲世界的中间。这2000年来，耶稣要提醒的，每一个时代教会甲基督徒上重要的责任，就是要真正去坚持上帝的主权甲伊的旨意的实现。对咱家己做起，对咱逐日的生活，咱才有信靠伊来实践上帝的旨意。所以小等咱礼拜要结束的时阵，咱会念这个圣诗605首，这是二次大战德国的一个神学家汤霍华，为着反对希特勒的政权伫遐侵略别个国家，伊基督信仰提醒伊反对，伊加入游击队，后来受掠伫集中营，最后互人处死伫集中营。但是伊面对死亡，伊真清楚知影，605首讲：我靠稳定溃烂，上帝的保护。虽然面对死亡夭骨，真清楚上帝保守因带，用这个面对死亡的性命来见证上帝的主权甲旨意。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人805首歌词是潘霍华牧师写的，歌曲啥人做？你敢知？拄也无特别介绍，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市信德牧师的后生市义文兄弟所写的。所以曲是咱台湾的曲哦。咧吟的中间，会搁较去体会到，咱怎样咧通过咱我靠上帝稳定开力，互咱的性命活出上帝的主权甲旨意。讲到最后，今仔日我特别要用这个咱前的总干事郭俊明牧师，伊一生真重要，怎样用伊的性命来见证上帝的疼。我即马手上所提这本是2017年3月，前卫出版社、前卫出版社为着郭俊明牧师所出的回忆录。但你也注意看，伊的回忆录下面的副标写啥？磨难可悲下面的信仰甲实践。面对侪磨难可悲下面的信仰甲实践。郭俊明牧师伫2019年2月14、90岁，上帝接伊转去。6年来，咱常常还阁咧悼念伊。我特别想到1977年，当咱要发表人权宣言的时阵，郭俊明牧师伫迄天，伫总会的办公室，伊伫遐用毛笔字伫遐写伊的遗书。这遗书内面，郭牧师安尼写：我无论碰到什么代志离开世间，嘛应该感谢上帝，因为伊的旨意是美善的，伊的主爱永远存在。我感谢主耶稣是赦免我的罪，祝福我，找见真理的灵带领我，互我有公平甲伊同受苦。伊要将永远的性命赐予一切真正信靠伊的人。我的追思礼拜真简单、朴素、庄严。我上爱圣经节是哈巴谷书3章17节到19节。我上爱念的圣诗是台语圣诗第6首
第二255甲258首。我的遗体赠送予中华基督教病院报答老兰医生对我的老爸郭在德医生的恩爱。我的遗产一半赠送台湾基督教总会做传道教育保障人员社会服务甲教会行政的使用，请将其中的一半捐予玉山新人院甲山地教会。我特别要感谢我的看守高丽丽珍，伊的牺牲、理智、坚忍、信心、疼心，大大协助我完成使命。但愿无缘丽香、丽丽以及全体亲人、亲友，拢会当爱台湾、爱世界、爱和平，来荣耀上帝，造福人类。阿免。自1977年8月16日，各位亲爱兄弟姊妹，高牧师当甲咱台湾基督教总委会要发表人权宣言。人权宣言内面讲起着，希望咱的台湾的政府会当互台湾将做一个新国独立的国家。为着上帝交代使命甲责任，高牧师真清楚知影，伊爱面对死亡。伊甘愿将遗书放伫总干事的拖内底，无互牧师娘知。甲伊共款，去告写人权宣言，遮个牧师拢甲高牧师共款，写好遗书伫遐要交代。各位亲爱兄弟，这牧者怎样咧坚持一个上帝的主权临到伫因的心上，因甘愿顺服，亲像咱今年7月初7，咱文山教会的温室兄弟共款，诚做一个消防队员，伫真重要的时刻，伊用伊的性命牺牲，伫迄个中间咧见证上帝的主权甲旨意。愿上帝帮助咱，当咱今仔日是要孝念退休的传教者，这传教者怎样一生尽忠服侍上帝、服侍人？咱嘛特别通过总会、团乐会甲平安基金会，每年伫12月份的第3主日，通过咱的关心、奉献、代祷甲支持，互咱这退休的传教者会当通过总会、团乐会甲平安基金会关心，咱会当做伙孝念因的服侍，嘛为着因退休后的生活，会当时时刻刻去经验上帝平安喜乐，甲因四结三甲同在。愿咱今仔日搁一遍通过早起，耶稣基督伊所讲的譬如，以及伊的提醒，怎样咱都要搁较重要伫咱一生的中间，坚持上帝的主权甲旨意，互咱一生归荣光上帝。亲像耶稣基督一生常常告别讲，人子来毋是要互人服侍，是要服侍人，甚至为了救赎众人，献出家己的性命。搁较重要，咱来亲像保罗共款，伫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保罗伫人生上重要、嘛上勇敢的告别，伊伫遐讲恁着有我，亲像我有基督。保罗遮尔勇敢，甲人讲恁着要学我，因为我已经学亲像基督共款。愿咱有一日拢亲像保罗共款，咱勇敢甲人讲，恁来学我，因为我已经真正亲像耶稣基督共款。将咱3个同心来感谢。至真爱的上帝，感谢你，搁一遍用你家己的话来提醒阮，来鼓励阮，来要求阮，互阮的一生用阮的性命来坚持你的主权的实现。虽然阮软弱，虽然阮自私，虽然阮骄傲，虽然阮常常将你放伫边仔，感谢你毋捌放弃阮，毋捌放松阮，常常提醒阮，用你的疼，用你圣神的气力保守阮，搁较亲近你，搁较信靠你，互阮的一生会当归荣光伫你二一正人。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这是咱做伙来用信息，信息第22首，信息第22首，主上帝正手，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仁爱关灵的话，咱冲突甲失败，咱胜利甲目屎。伫主上帝正手，咱有记载，请会中起立用全手。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仁爱关灵的话，咱冲突甲失败。咱胜利甲目屎，伫主上帝正手，咱有记载。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指出咱应该行的路，虽黑暗有大我，真容易。外山，伫主上帝正手，咱受应带。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攻击一道贪乱冤魂，咱自私甲自利。咱骄傲甲不义，伫主上帝正手，咱受攻击。伫咱中间夫妻着要跋倒的人，伊领伫咱的命。对见小中的写，伫主上帝正手，咱受扶持。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一直破碎肉体心灵，伊安慰真奇妙。伊疼痛算袂了，伫主上帝正手，咱受一直。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在前自由毋忘仁爱，愿世界真自明。当徛起第三亲，伫主上帝正手正做一体。请坐，这是咱备班生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若是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请坐。这是我来报告。伫报告的大省，咱先来读即礼拜的经句，咱做伙来读2摆。请多多恁着求伊的国，就遮面要煞互恁。路加福音12章31节，多多恁着求伊的国，就遮面要煞互恁。路加福音12章31节。来主的圣工分担，属类是郑仁娇执事，属琴是黄慧谦，献诗是信歌队，属献是潘秀丽执事，柯玉佳执事，交代是潘秀丽执事，陈可萱姐妹，音控是庄宏邦弟兄，陈佑珍弟兄。拜三的早间祈祷会主礼是张文林长老，司会是柯玉佳执事，题目是爱听的共同体。经文，咱转去家己来看。后礼拜主礼是礼后传道，经文、信息甲经句甲课文，咱会当家己转去来准备甲提早看。请咱下到周报第6页，消息报告。退休牧师、传道书的奉献主日，本主日是退休牧师、传道书的奉献主日。田英利牧师前来亲安进道，请孩子姊妹来关心代祷甲奉献。伫遮我代表教会来，田牧师，谢谢谢。今仔柯牧师前往万芳教会来主持圣礼典。第2点，圣诞节、感恩节的筹备小组甲礼拜组的开会通知。本主日12点半，伫地下1楼要召开第5摆的筹备会议，甲圣诞节的筹备会议。结束了，礼拜组要煞咧开会。第3，社青小组的性命的成长的课程。本主日下晡1点半到3点半，伫会议室来上课。第4，信仰的课程，伫9月27号拜六下晡1点到4点上课。第5，2025年的诵读圣经的活动，后主日就是9月28号下晡1点到3点，第2楼礼拜堂的举行。迄天妇女团契有备办午餐，请家己传家己的餐具。报名截止到今仔日下晡1点。若是报名表会当交互仁教执事，还是干事。继续为着教会集体来代祷。今仔日交互新的朋友。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有一位新朋友吼，伊叫张雨婷姐妹，伊坐伫咧后壁吼。伊是基督徒，但是无固定的教会聚会，伊已经咧上班，伊住伫咧附近，所以来遮聚会欢迎伊以后嘛常常来聚会安尼。好。欢迎。好，咱即时来起立来用平安礼。
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你光明，因为耶稣咱有国外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活命，欢喜加连得主听，因为耶稣丰富三业主事定。请咱游玩徛的要来用煞要的信息605首。因是说。靠主稳定，奇妙气力的保护。因是说，请田牧师来为咱祝祷。靠主稳定，奇妙气力的保护，坚信听靠主所安排道路，愿在上帝你无停地照顾，他的心日记主亲切祝福。虽然撒旦经平安会当他无法度，心灵行行你拯救阮当坚固。这是主你教我必办道路，你所听予我口背到满出来，上帝旨钦定我的了解。要阮对你伸手来接受，因为深信主会听到我祝福。愿至圣上帝怜悯甲疼痛，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恩典，圣神保惠师为助者的扶持甲帮衬，甲咱众人三角之地，特别甲台湾基督长教会每一位退休的牧师、传道师夫妇三角同在，互因时时刻刻经验上帝你无尽的恩典、疼痛甲祝福，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倒。
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